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7，诗篇109篇30到31节安尼讲：我要用我的嘴大大感谢上主，我要伫众人的中间称赞伊。伊要徛伫善车人的正边，救伊脱离判伊死罪的人。三甲来祈祷，要徛伫善车人的正边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天属你，地嘛属伫你，世界甲万物拢是你所建立。主啊，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地基，主爱甲信实行伫你面前。主啊，愿规日因为你的名欢喜，因为你的公义快乐，因为你是奇妙的快乐，也是阮逐时逐刻的帮赞甲快乐。主啊，你甲阮所立的约永袂改变。主啊，你的信息甲主爱要甲阮同在，因为你的名，阮会得到胜利。我要用阮的嘴大大感谢你，我要伫众人的中间称赞你。你要徛伫善车人的正边，救因脱离死亡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